喺格魯吉亞，城市嘅繁華只係表面，掩蓋住真正嘅困境。女性喺職場被邊緣化，喺政治中被忽視，收入低，零決策權，呢啲係每日真實存在嘅壓迫。議會入面，女性唔夠2成，喺地方行政地區仲少。喺格魯吉亞64個市鎮中，女性市長只得3名，甚至佢哋嘅法律刪除咗性別同性別平等，而且佢哋嘅性別平等委員會都被廢除咗。女性想喺公共生活中發聲，幾乎無路可行。喺職場入面，高薪、管理、技術崗位大多數都係男人控制，女性唔單止收入低，多數仲要承擔高於男性5倍嘅無償家務同照護嘅工作。想創業升職，每一步都係硬仗，唔單止要拼能力，仲要面對社會同制度嘅阻力。傳統刻板印象仍然壓制女性，好多男人覺得女性嘅職業能力不如男人，根本認為政治領導應該係男人。性別暴力嚴重，一半以上嘅女性都曾經遭受過性別暴力，而刑法缺乏基於同意嘅強姦定義，證明唔到暴力或者威脅就唔算。想揾司法救濟難過上天。女權組織受監控，被列為外國代理人，記者同槍權者會被拘捕，甚至被暴力對待。大家諗下，呢啲限制點解仲會存在？父權結構如何升值喺社會制度同文化當中？關注女性困境就係關注社會未來，讓更多人睇到真相。